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家己困倒骹，烦恼别人的厝漏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家己的代志拢做袂好啊，阁为着别人的代志替人操烦。可比讲，今年公司的主管要求爱甲业绩做到1000万，若做无到这个钱声，今年的奖金就会去互公司斗起来。每一个员工互分配到的业绩无相同，有的人较济挂，有的人较少挂。毋过上界讨厌的是，有的人家己的业绩就对人袂着啊，搁伫遐嘻嘻哈哈，管待别人的业绩做偌济啊。那因为伊一个人害公司的业绩做无够，奖金毋都拢攞出去，正经会互人真突然有影。以上感谢收听。